别介，小爷爷、小奶奶们，我给你们磕头了。别，快点起来，快点起来！你别烧死我们。王爷有更要紧的事，求助于你们。啊，行，啊，有什么要紧事儿，求我们。对呀，事关重大，非得求你们不可呀。哼，我就知道，你们这些王府的人，三番五次往我们这下九流的家里跑，这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？好吧，我们是光着屁股变戏法，谁也别藏着掖着，直说吧。好，五姑娘是个痛快人，我们就直说吧。二位先坐下，慢慢说啊。张大总管，你先说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皇上派我们王爷出使德国，去洽谈议和之事。为了确保王爷的安全呢，想请封爷随王爷出使，在必要时候呢，替我们王爷当替身。什么替身儿？对，封爷和我们王爷相貌一样，难分真假。万一有什么风险，就请替我们王爷抵挡一下。哼。哦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你们是想让我们这口子替你们王爷挡洋枪子儿，当挡箭牌，临死了再拉个垫背的，对不对？胡姑娘，话可以这么说，不过王爷身为朝廷大臣，生命安危事关重大。那反过来说，我们这臭剃头的，他小命就不值钱吗？正因为此事有性命之忧，所以我们才给你们送这些银子来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不提银子还好，你要是提钱，我告诉你吧，这事儿没门儿。你们把这些银子拿走。你们瞅着他小命不值钱是不是？可是他在我眼里，他的每一根汗毛比什么都金贵。你们就是搬来金山银山，这人我也不换。你们快走吧，快走！走吧。虎姑娘，别伤心了，咱们都是女人呐。我也曾经有个丈夫，我知道丈夫在一个女人心目中有多大的分量。刚才咱把事已经都摊开了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只请虎姑娘再听我说一句话，行吗？那你说吧。我和虎姑娘交往的这几次，深知你是一个知时务、识大体的好人。眼下杨兵赖在咱北京城不走，王爷这次
出使德国，是为国为民去冒风险呐。为国为民。对，为国为民。我和张大总管都陪着王爷去，不管是死是活，咋会非去不可？就不知虎姑娘和风爷有没有为国为民的侠肝义胆呢？我说虎姑娘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要是虎姑娘没长着这硬骨头，就不勉强了。好，我们告辞了。张大总管，咱们走吧。哎，怎么咱就走啊？哦，站住！好你个满旗姑啊！你最后将了我一军，就想走人了。看来你还真是不太了解我小普虎的脾气和秉性。我这人呐，就是吃葱吃蒜不吃姜。不过你刚才那番话还真在理儿。我小普虎长着个脑袋，也不是白吃干饭的。这么说，你就答应了？别的事儿我能做主，这事儿不成。拿着自个儿的脑袋当挡箭牌的不是我，我得问问我们这个谁都不理的臭剃头的。我问问你，当家的。哎，我竖着耳朵听着呢。我问你，人家王爷为国去冒风险，人家都去了，咱应不应该去啊？你说呢？我说应该。那就应该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你有这个胆量吗？你说呢？我看你有。那我就有。好，真不愧是我的爷们儿。你们听见了吗？我们爷们儿已经答应了。那咱们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不是，您得把这件衣裳穿上。不，哎，这得穿，您得听我说穿上。让我穿这身衣服干嘛呀？过去见老太太不就完了吗？我穿这身衣服啊，浑身上下不自在。再说我也怕痒呀。哎呀，刚开始穿上是不太习惯，可王爷穿着衣服他可自然了啊！我说你还是穿上啊，穿上，穿好了，让那老福晋瞅瞅，他瞅着你像，不就放心了吗？再说往后啊，你还得天天穿这衣服啊！来，好，腰带系上，哎呦，您别动了，您别动，穿上这衣服啊，您得像王爷的样子，是不是？腰挺起来，别这样，您往前瞅，走两步瞅瞅，走啊，走啊，别这么走，这不成唱戏的了吗？您平常的样，走着，对，走。王爷您请。哎呦喂，王爷，奴才们跟王爷请安。哎呀，起来，起来呀！哎呀，别介，小爷爷、小奶奶们，我给你们磕头了。别，快点起来！我说风爷呀，您穿上这身衣服可不能下跪，他们都是府里的奴才。我说您呐，平常得有个王爷的样子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在府上他们是奴才，可对我们穷人来说，他们就是爷爷奶奶呀。俗话说，有钱人家的王八都比咱们穷人大3辈啊！哎呀，什么爷爷奶奶的，快走吧，您就像点样吧啊！我说这谁呀？嗨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位是哈德门剃头的啊，跟咱王爷长得一模一样。就他呀，就是他。哟，这猪磕的，你说说，嘿，太冤了，这是。风爷，您过来，让老太太瞧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可真叫像！你看，简直跟一个人似的。这下我就放心了。张文志，
奴才在。快给他个座，让他坐下。哎，是。哎，别介呀！哎呀，这王爷和各位都在这儿，哪有我的座啊？我就在这儿戳着，挺好，挺好。不是。哎呀，您快坐。不是，我这。那可不行，往后你要给王爷当替身儿，事事处处都得按照王爷的身份行事。还是快坐下。王监外，坐下吧。好，谢谢您，谢，那我坐下。哎呦，你坐，让你说着我坐着，我这心里总有点不踏实，不是？哎呀，行了，少废话。哎，现如今你可成精了，我呀再也不敢让你跪搓板了。